现在是第二个问题，波次如实，不程序治理啊，就是这个分三个方面，波次如实，不程序治理，嗯，那么这个分三个，其中第一个程序缘起，自行，成立既不合理啊，就程序缘起法是那个自行成立的话，那既不合理的。第二是，如是程序者，无法令其引入如来欢喜之道。啊，如是程序者，无法令其引入如来欢喜之道。第三是宣说这个程序自相矛盾之理，分这三个啊，其中第一个呢，就是说程序缘起自行，成立既不合理呢，就用两个宋词啊，用两个宋词，有为于此所努力，与你怀恨相抵死，彼则于无自性因，心不那说有何其？原本称人，立教典，珍贵宝藏机缘切，凡不看人空性和，于此我觉颇稀奇。那他这里，就是用两个宋词讲呢，如果程序就是自性的这种存在的话，那就是非常这个不合理的啊，就是这个是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就是有些这个愚痴的这个人就是愚痴的有些这个因为无始以来的这个愚痴呢，就是受这个折磨。愚痴呢，就是受这个俘虏啊，就是这样的这个人的话呢，释迦牟尼佛对你的这个教法呢，就是这个怎么说就是悔恨就是悔恨在心的这些看着这个敌人那样的，那么他们呢，就是对这个无自性的这个法呢。就是不能这个接受就心里面就是不能接受，但这一点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可这个稀有的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那么稀有的是什么呢？原本的是承认，就是释迦牟尼佛你的这个教典就你的教典，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使者的原因，你的这个教典里面最珍贵的这个最深深的。最精华的这个缘起法门呢，就是对这个缘起法门的话呢，反而的是不承认反而不承认，认为呢就是这样的这个缘起空性呢，听到之后呢，就是心里面产生极大的这个恐怖性。这一点呢，就是作者就是宗喀巴大师，就是他觉得呢非常的这个稀有因为有些这个外道的话呢，就是情有可原。他们的这个环境呢，就是受这个恶劣的影响。他们的这个传承的上师的话呢，从来没有就是传授过任何缘起空性的这个法门。然后他们周围的这些眷属也好，或者他所学的这些法门的话，全部都只是对这个缘起空性毫无这个关系的。那么他们呢，就是不接受你的这个空性法门，他们呢，就是觉得是对你的这个无有自性的这个法要呢，就是产生邪见排斥甚至呢就是放弃就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我都经常这样认为的。我们现在实践当中有很多那个从小都是根本就是没有受到这个佛教的任何这个教育的，然后在这个学校里面也好，在单位当中的话呢，从来没有听过佛陀的这种空性观和慈悲观的任何这个殊胜的教育。那么他们呢，一下子就是对这个大乘佛法产生一种信心的话呢，不可能的。为什么？就像金庄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他们的诸位呢，全部都是劣根者就是你这个根基就是特别低劣的人，而且环境的话呢，基本上都是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这个深深的这种教导那这样的话就你对这个空性法门有排斥就不理解就甚至有点害怕这也是应该是这个可以的。但是呢，你是自己呢，就是明明承认是这个佛教徒就佛教徒，有些是这个有识宗的这个经部和游部宗的也有些宗呢就是唯识宗那么你们呢，应该这个任何经典里面都是经常讲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样的道理。那既然你因缘这个产生的话呢，就是因缘产生的绝对不可能有空性的，这个道理就是为什么不懂所以就是宗大师呢，就是对这个外道呢，就是比较理解觉得是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你就受这个低劣上师的这个影响就是你对这个空性法门没有定解，没有这个信心思就是这是我们就是可以这个想得开的。但是往
往的是我们这个佛教徒啊，我们这个自称为是自己是真正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最顺者呢，他认为是如果是缘起而产生的话呢，就不可能空的，应该是有的。这样的道理啊，就产生就这种说法的话呢，非常这个稀有啊。这种人呢，就根本就是既不会呢，就是懂到这个空性的意义，也不会呢，就是积累资粮，就是非常危险的。好像中观这个60真理论里面也是这样的吧，就是说是不知机灭也，单闻空性啊，就单闻空性身。不知机灭也，单问什么这个空性身，不修福德也，这个损害必孽福啊，就地孽的孽，就是师父的父啊，就是说是不知道这个机灭的意义，只听到这个空性的这个声音呢，就是空性的这种这个发音的话呢，那么就是什么这个三业的是不做啊，就三业的是不做。所以现在小村有些这个学空性就是这样的啊，一切万法空性的话呢，那就是做三事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名言当中也是一切都是空的。这些人是就是毁坏自他的就非常这个可怕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理解就如果实在是这个你的这种这个环境呢，各方面就是受影响就是实在就是你对这个空性法门不深信心呢有些讲义当中也讲了，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没有双目没有双目，然后他带路的这个人的话呢，盲导的话呢，他也是盲人。那么一个盲人盲导盲就是带着一个盲人，就然后最后堕入到悬崖当中的话呢，我们都理解就是没办法的，两个都没有眼睛的，就一个带着一个就掉下去了，那肯定的。但是呢，如果就是有眼睛的一个人呢，就是把一个盲人带着，就是最后跳下去的话，那有点这个可惜就是因为他是带着他，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包括这个汉传佛教当中也听说是这个网上也好，就是现在很多这个著作当中呢，就经常就是说是有些这个法师他自认为是自己大乘佛法，但是缘起法呢就是不承认的，还有呢就是对这个大乘法是非为佛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有那么听到这些法的时候呢，真的有点这个稀有宗喀巴大师说这样的现在有些所谓的有些上师的话呢，他们对这个所有的众生呢对这个禁止这个杀生方面呢，就是不太这个赞叹就听说也有。那么听到这些话呢真的有点这个稀有歪到这个毁坏佛法，歪到就是不承认这个缘起空性这些都是我们都会理解的其实有些人的话呢，好像还有就是因为对这个佛教的传统的这种教理呢，就是一点都是不懂的，特别喜欢呢就是替这个与时俱进特别喜欢呢就是说这个这个科学家如何就相信这个科学，而不相信呢就是佛理。我们觉得就对这些人呢，就是感到有点这个忧伤就感到有忧伤为什么呢这个科学呢大家一定要就是知道，在某些意义上呢确实我们现在这个交通的便利通信的这个方便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传法的话呢，就是要千家万户都可以呢，就是听说就在这些意义上面呢，我们也承许就是它有它的这个便利它有它的一些优点这一点不可否认的。但是科学家也好，科学所发明的这些与这个佛教的理论思想相比较起来的话呢，我认为有这个天渊之别的有很大的这个差别。这一点是并不是我们因为是佛教徒，我们就是愿意赞叹佛陀，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从历史这个上的就是任何非常著名的这些科学家的一些典故的这个思想来这个印证或者是衡量就是衡量就可以这样讲比如说这个佛教呢，我刚才讲的2500多年以来，就是这个思想呢一直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但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能不能找到就是佛教的这一个思想呢，就是不符合人类的这个发展心理的发展、物质的发展这一个思想呢已经阻碍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当前的所有的这个人类的自然法则，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有没有这样的。而科学家的话呢，他们自己不要说是这个几百年，就是自己活着的时候，最后呢就是自己非常的这个哀伤
啊。比如说那个这个爱因斯坦呢，但是杜鲁门呢，就是他认为是他要成为这个世界的这种强国的话呢，一定要就是展示出他的这个威力。后来的话呢，就是他就用就是在那个广岛和成吉，就在那个城市上面就是吐了2个这个原子弹呢，就是10分钟之间呢，就是杀害了就是20万人，然后其他的这个什么这个动物啊，就是虫类啊，就这些的是就是其他的众生的话，那就是不可计数了就是不可胜数了。所以当时听到就是他就已经用了的话呢，那爱因斯坦就实在是没办法，他特别的这种这个伤心就是后来的话呢，以这个原因呢，就是他特别的这种这个伤痕和这个苦恼当中，就是而离开这个世界的，他自己发现的，但是他最终的话呢，确实也是就是特别就是伤痕，就也没有办法的，就是别人已经用了的同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我们经常就是现在世界人们都这个无所不知道的这个诺贝尔他也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发明那个炸药而且他好像他自己财富也比较不错的，有什么钢铁厂就是这样的。刚好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就是刚才那个爱因斯坦的这是这个美国就是一方用的，而那个就是当时那个就是诺贝尔就是他的这个炸药的话呢就是好几个国家都在用就好几个国家他自己呢就是很想就是制止，到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没办法制止。有些历史上书里面就是说是如果就是当时诺贝尔他那个就是炸药就是没有发明的话呢，就是不会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我想世界大战可能会发生，但是呢不会就是死那么多吧，就是1000多万人的这个生命呢就是已经这个失去了。到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是他感到就是非常的这个悔恨就是他呢就觉得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话呢，就是他就成为一个特别罪恶的人因此的话呢，他后来就是这个钱呢，就是赚来的这个钱呢，就是全部都是一方面就是为了自己这个忏悔和认可自己的罪恶，一方面的话呢，就是给世界做一点贡献。后来就是留下来，就是作为这个诺贝尔这个基金呢，就是到目前为止100多年，每年都是有这个3-4个人就大概是5个人吧，就是有什么文学奖和平奖，就是这些一直呢就是留在这个世界上，他也是为了一个忏悔。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是他们这个科学家他自己已经发明了，他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自己知道自己已经做错了，但是也没办法。但对人类来讲是有利还是有害，大家都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个科学的话呢，如果你就像是我们这个古代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金刚宝剑，那个金刚宝剑是2面的，如果用好了的话呢，就是它可以把敌人的头呢就是砍断；如果用不好，稍微就是动一动，就把自己的头就砍断，就是这叫做非常危险的一种这个武器非常危险。所以科学也是如此的。但我们这个佛教是不是这样应该可以这样。而且这个每一个科学家也好，就是这些人呢，就是这个心态是什么样的大家都是应该这个清楚的。所以利用这个科学的人呢就没有这个佛教的这种思想的话呢，全部是这个自私自利的，以自私自利的心态，最终就是自己也是不要说是给人类自己的是带来就是极大的这种痛苦希特勒当时就是要想这个成为世界上就是最这个伟大的这个人物，就是像这个霸占就是所有的这个国家，就是他就发展就是什么这个发动这个二战最终他自己的话呢，就是实在是没办法，自己也没办法，就好像变成这个苏联就是把他就是变成这个蜡烛火来，就是准备点烧，就这个时候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呢，就是他把他的这个妻子，什么叫艾娃还是什么，就是他就让他吃毒药，然后自己呢就是用这个枪就是开始准着自己的太阳穴，就是啪一声就离开了世界，他罪恶的一生呢就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些人的话呢，一方面是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再怎么样这个强大，再怎么样这个有势力的话呢，就是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就是没有对自己的这个利益不要说是来世的，对整个全世界带来这个利益所以我们佛教的有时候不是就是真正的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是遇到这样的这个佛教的话呢，就是有一种这个成就感就有一种这种教育的话呢，
不仅仅是对人类，乃至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呢，就是都有利的啊，都有利的。因此，我们这个佛教呢，就是并不是就着重这个弘扬的目的呢，不是这个文化发展啊，就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学说呢，就是开始这个压服别人啊，让所有的人呢当我们的这个俘虏，当我们的这个奴仆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以佛教的这个精神呢，对这个全世界的人类呢，都要就是可以这个服务，可以奉献给他们。如果我们把这个佛教的这种精神，哪怕是一个人知道的话呢，就是对他的家庭呢，对他的这个所涉及的这个诸位呢，就是会这个发出一种这个光芒啊，就发出一个这个光芒啊，对大家都带来一种这个慈祥和这个激励啊，就激励。所以在这些道理上吧，就是道理上应该懂到这个佛教呢，就是不管是什么时代当中，就是不管是什么这个人类面前呢，佛教的这些思想呢，应该说是就是非常这个有价值的。瑞宝那个93年去那个加拿大的时候，当时一个加拿大的特别大的一个宴会厅里面呢，就讲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种。就是无与伦比的这个智慧和这个不可比拟的那种这个悲心啊，就悲心。我当时看到很多那个就是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因为美国和加拿大就非常那个近嘛，就是中间就是也不需要办什么很多的这个手续啊，就像尼泊尔和印度一样的，就过了界就比较方便。然后他们呢，从表情上看到啊，就真的很多人对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种伟大之处啊，就是升起了真实的这个定级。就一方面就是上师老人家的这种自身的这个当时老人家也说了，就是我从小的这个现在呢，就是对佛陀就是有不共的信心。这种信心呢，并不是迷信，是这种真心。然后呢，以自己的这个体会和一些教理，就是相结合，就是给他们就是解释了一些就解说了一些这个佛教的这个不共之处。所以那个就我想我们这个很多人啊，就是应该以后就是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那我们应该很这个就是直接的就需要讲出来这个佛陀的就是不共这个之处。因为现在一个小小的一些产品的话呢，就是都要这个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就是大家都喊的口号就是很好听的。我们作为佛教徒的话呢，也不应该就是像是就想到这个自己啊，很多佛教徒就包括提一个问题的是，我很烦恼，我很痛苦啊，怎么办呢？我很伤心，怎么办呢？全部都是想着自己。当然，一方面是我们都是众生呢，就不得不想自己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呢，着重要想那个佛教这么好的甘露妙药呢，实际上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心理不健康的这个众生呢。那么我们又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让这个世人接受让世人接受的话，从中呢就是并不是我做生意一样，做生意的我把这个产品卖出去的话呢，我骗他，骗完了以后这个钱就是我赚了，我自己发财，我快乐。别人的这种自己的这种快乐呢，就是想建立在就是欺骗别人的这个基础上就现在很多这个商业界的人呢就是这样的，因为自己很想快乐，这种快乐呢非要就是建立在别人的这种痛苦上，别人的这种这个失败上。我们这个佛教不是这样的。我们佛教呢，我自己呢，就是在这个佛教当中，确实对人生有了新的这个感悟，对生活有了这个新的一些这个这种这个快乐。那么这种感受呢，不仅是我一个人独自吞述就应该是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人需要这种治疗。世界上的很多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大医院里面的时候人山人海，熙熙攘攘，这些大多数都是这个身体上的病。但是据统计的话呢，就是心理的这种疾病呢，就是比身体远远超过好几倍。就是据统计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心理这种痛苦的人、困惑的人、焦虑的人，这些人呢，以佛教的这个无私甘露就是如果就分享给他们，他们能获得一滴一点的话呢，那这是对人类来讲也是一种这个贡献我是这样认为的。